在武侠小说的江湖当中，最受欢迎的就是剑客了。几乎每个武侠小说当中都有顶级的剑仙或者剑圣，庆余年当中的剑圣四顾剑，江夜当中的剑圣柳白，还有那雪中悍刀行当中的那位天不生我李淳罡，剑道万古如长夜的老剑神。那么这三人如果遇上大战一场的话，谁的实力会更强呢？首先，这三部小说的战斗体系不一样啊，再一个所处的世界也不同。庆余年的世界是处在人类核大战数万年后的世界，这里的武者是利用核辐射能量，也就是所谓的真气在进行战斗，最强者是大宗师，大宗师就相当于核武器，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四顾剑就处在这个境界，而江夜的世界则是处在地球之外的一个虚拟空间。这片空间的最强者是昊天，昊天相当于系统管理员，他所认可的境界有5个，分别是初识、感知、不惑、洞玄和知命。但凡是超过这个境界的，就能够威胁到他的存在，一旦被他发现，就要强行封号。剑神柳白虽然没有突破5境，但是他的实力远超5境之上的众人，是人间第一强者。论实力设定，他和四顾剑差不多，两人都是一个世界用剑最顶级的存在，而两人也有不少类似的地方，比如极致的精神力量和极强的生命力，还有目空一切、敢于挑战一切的魄力。四顾剑的剑法精髓是顾前不顾后，顾左不顾右，主打的就是硬刚，用极致的剑法去杀死敌人，或者死在敌人的手上，不做任何的防御。而柳白对比四顾剑有优势的地方在于，他的身上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剑意，这股剑意在他周身1尺之内形成了结界。用柳白自己的话说，他在结界之内是无敌的，进入结界的范围，谁来都是死。不过这话呀倒是有些水分，昊天和夫子进入这个结界的话，柳白也奈何不了他们呐。所以有突破巅峰的力量是能够破开柳白的结界的。四顾剑生平最强的一战就是和同为大宗师的叶流云那一战了。这一战四顾剑刺出了生平最强一剑，这一剑无视了所有防御，直接刺伤了叶流云，但他自己也被叶流云给扯下了一条胳膊。所以如果四顾剑和柳白对上的话，除非他的最强一剑能够直接破开结界秒杀掉柳白，不然的话呀就会被柳白的剑气重伤。不过四顾剑有 buff 啊，敌人越强他就越兴奋，而且还十分的抗打，被扯掉手臂，被庆帝全力一击都没打死，可见其强悍程度啊。柳白最强的一战就是对战昊天的时候了，起初他因为恐惧不敢出剑，在克服恐惧之后，也用出了自己平生最强的一剑，这一剑超越了空间，可却败在了昊天的时间法则上，在昊天身前迅速老去，化成了土灰。临死之前点到了昊天的额头，生命最后一刻得见了自己的大道。因此和四顾剑一样，都是越打越猛的角色，两人打起来会是一场恶战，直到生死一刻才会分出胜负，也可能是两败俱伤，同归于尽。而再来说李淳罡啊，雪中的世界观要比庆余年和江夜大不少，除了有人间之外，还有天上仙人。如果把那昊天换算到雪中江湖的话，可能就是天上仙人的层次，最多也就是5方天地一样的人物。这种级别的人物都是掌管着一个大界的存在。柳白战昊天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大概就是类似李淳罡和真武大帝或者白帝一战了。李淳罡作为500年来剑道唯一一个能够比肩吕祖的天才，是上个时代的天下第一。虽然没和真武大帝还有白帝战斗过，但是和他们的转世都有瓜葛。真武大帝的转世徐凤年可以算他半个弟子，而白帝转世的王仙芝，两人有过不少交手的战绩。巅峰时期的李淳罡6次战败王仙芝，第7次还是放了水才让王仙芝胜利。真正巅峰的一战是两人在武帝城的战斗了，那一次他逼得王仙芝用出了9分力。不过当时的李淳罡并未拼尽全力，广陵江头的一气千里又百里，一剑破甲2600才是真正的巅峰天人境界呀。此时的他如果对上王仙芝的话，会是一场全力以赴的惨烈大战。不过这种境界李淳罡不能长久的保持，和四顾剑还有柳白两人战斗的时候一样，这种战斗啊都是克命的呀。一剑破甲2600后，李淳罡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寿命无多。不过相比于柳白和四顾剑两人需要在战斗中才能激发出最强的实力，李淳罡不用战斗就已经战到了巅峰，他的剑道已经进无可进，这么多年来他就是剑道巅峰，一剑开天门，连仙人都能轻松杀死。三人要是真打起来的话，李淳罡这一招一剑开天门，柳白和四顾剑就完全没有办法了。或许这一剑超越空间的柳白还有挣扎的余地，不过他也没有办法击败李淳罡。所以三人真放在一起比较的话，乐风的看法就是李淳罡大于柳白，柳白大于或者等于四顾剑。你们觉得是否合理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